阿峰，是梦伊呢？唔会啦，还好有你哦，咱来乡下吃苗路回忆。哦，个心情不会小死哦。苗路生活个方面，个心情无嘛个vui啦。童师傅上天数应该嘅啦，不过我晓得你嘅心情啦。老祖因快飞哦，真是动人种。系啊，伊平常无嘛个笑容，做事像伊很强勇。你看下，等下剩10分钟嘅开会，伊听说唔会慢到。错，佢真是系亚种人，那像科总，大摆快飞，大摆就蛮多呢。会议要期要求去开个啊。2、3年嘅新地长动多呢。科总平常时对你咩个笑面啊，气氛咩动轻松。主任呢就无嘛个爱笑。我第一做事动认真，不过一时嘅笑容就无，真见本大家压力动态。系啊，佢有决心。虽然会努力啦，佢唔系调试而本大家压力啦。不过就会受到佢嘅影响啊！我记得前一步嘅老去开会，为报告送伊几个业绩，我知道压力动态，佢成日紧惨呢。你唔会知道主任老科总向我做案那个时间，很生气哦。佢两啥都唔会严格呢。错嘅，伊个急，伊个慢。不过有通人讲诶，佢平常无做些个时节啦，佢咩懂生气个人。有样冇样，你头慢人讲。系同阿发讲嘅，阿法？就系个行小部嘅阿发讲嘅。阿法老主任有暗说啊？阿发讲啊，有一年科总招大家吃饭，拄好主任没有来哦，结果开始啉2杯啊，主任竟然开始讲笑，万奈的请人啉酒呢，亲像变上年咯。还有啊，佢喊天数阿发，给代表做嘅什么要来。差很多。哎，讲嘅啲声吼，有。有画面吼，有。开始。大家喺你看到吼，喺开会之前哦，嘅阿生哥老阿芳2、3人去打嘴鼓，讲乜嘅？你讲嘅主管嘅八卦啦，结果咧。嘅主管一落來，佢哋會議間底度，佢兩下就點索索，言詞嘅再就合起來冇講法，真嘅係讓會暗生氣嗬。不過佢哋唔係看佢兩下嘅小課，佢哋愛來學合法，愛學乜嘅合法咧？一開始講到假使唔開會上課，遲到了，可能先生就會見哦，就會講小老師扣他1分。迟到合法用版形講咧，慢到，唔知做得講，唔上課慢到用會按呢？你要約9點，9點半上來，唔係慢到誒。故說你就做得做一個機嘅，他一定不會遲到。佢聽錯唔會慢到，佢聽錯唔會慢到。他是一個不會遲到的人，很守時、懂準時嘅人，故說聽錯唔會慢到。下邊呢，我們就來分享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，可能會造成他比較急、比較慢，像急驚風遇到慢郎中這樣。個性嘅合法用版形講咧，心體，再來一擺哦，心體。佢兩邊咧，你就做得看到
两个人的个性差很多。两三人的身体长动多，两三人嘅身体长动多，两三人嘅身体长动多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用在什么时候呢？他们两个个性差这么多，但是还是结婚了，哇，真是意外。两三人身体长暗多，长动多，结果才结婚呢，懂意外哦。下摆要讲到一个人的个性方面，他非常认真，客家按用盘形讲呢，就是认真。那音呢跟词呢后面都是收舌尖，要顶到牙齿，要用力把它往前顶哦，要出力哦。好像讲音的时间，T 在音，收舌根的鼻音，所以呢，你用白你发音呢，音，好，最后记得要顶到牙齿后面，音准。故说，你做一只机嘞，就做得按内讲，我知道他做事很认真。我哋佢做事懂認真，我哋佢做事懂認真。我知道他做事呢都非常的认真，一板一眼的，毫不马虎。接下來呢，有上是懂認真的人，會本次嘅帶來乜嘅呢？動態嘅壓力，那客家用白形講就係壓力。記得哦，這兩個都是入聲字，所以呢非常的短促。懂夾 up， 也是一個閉口音。最尾呢，親密的時節，你還再要 happy 來 up lid 呢是舌尖收到牙齒後面 ，Q 用係數到牙齒背，所以呢分辨做 up lid。有看兩隻機嘅，第一隻真的讓大家壓力好大，可能頭家嘅要求千多，真見本大家壓力動態，老闆要求太多了，讓大家覺得壓力好大。第一個可能係最近啊嘅四條青島，又係講要考試誒，又要做報告，無限切差，唔會自動用版型。我感覺壓力好大，我知道壓力動態，有時候你很忙的時候，懂無限加下，你就做啲工業計劃。最近呢四條青島，我知道壓力動態，下擺咧有上是你懂壓力動態嘅時節，順風就有人有來，然後你緊錄，一直要跟你爭執這些東西。有時候呢，你就會不會看，就會老緊用版型。嚴嘎就是吵架的客家話怎麼說呢？嚴嘎，再一次哦，嚴嘎。你做一隻機嘅用白話講呢，好奇怪哦，他們兩個都不會吵架誒，很神奇哦，佢兩個都唔會嚴嘎呢。再一次哦，很神奇哦，佢兩個都唔會嚴嘎呢。可能你看到兩個身體正常清態長動多嘅人，你看到佢兩個呢完全都唔會嚴嘎嘅時，你就做嚟講，很神奇哦，佢兩個都唔會嚴嘎呢。剛剛我們教過了，接下來咧神奇那個詞有非常多的意思，一個就是剛剛覺得你覺得好奇怪，第二個呢是什麼呢？就是有趣，客家用白話講就係神奇。你做的用白話講呢，比如講呢，我們可以看說形容一個人的個性、心體，他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呢。佢咩係懂神奇嘅人呢？他也是很有趣的人呢。
不过呢，谈到呢句形容词的时节，到底是好也是唔好咧，本大家自己来判断了。